81777778。香港寸金尺土，係咪需要更多嘅空間嚟擺放家居雜物呢？時昌迷你倉為你提供更多生活空間。我哋為客戶提供不同種類倉存服務，包括一般迷你倉、紅酒倉、單車倉、儲物櫃同信箱服務，滿足唔同客戶需要。為咗方便客戶，你哋可以24小時自由出入迷你倉。最短用倉期為1個月，最長為1年，1年後可繼續續約。如果係私人用倉嘅話，記住帶備你嘅身份證同3個月內嘅住址證明。如果係公司用倉嘅話，記住帶備公司蓋章連同商業登記證，等我哋為你辦理手續。客戶可於退倉前7日利用口頭又或者係書面同我哋預約。請即時嚟臨時昌迷你倉分店或者係致電81777778嚟查詢啦。